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呢个节目。今晡介绍了单元了，大家讲只冬虫了解东西是你头哪当解头哪毛。当因为吃到讲，头哪毛到底容易保养，然后讲你人叫我可能压力动态，吃到头哪毛律动多呢，到底用个啥？到底你的头哪皮有强力啊，冇强力，冇强力就会用个啥呢？今晡是绕墙欣赏好了，大家来分享一下。今日的朋友你今晡个欣赏，其实你按住讲皮肤口感主人，冇体现欣赏分享。大家好，我是恩主公医院皮肤科的主任王启贤。分享欣赏吼，哇，谢谢。今晡日好好同大家来讲一下头哪毛。对啊。哇，头哪毛其实我公司发，一般的人比较容易忽略。对啊。不过头哪毛轻重优，尤其是女生，你就讲头哪毛是女生的一个皇冠。哦。有这样的讲法是不是？你胸口嘛，一般大家会注意就会哇什么三高啦，对不对？你一周青头跟检查的时候就会想说哇你的三酸甘油脂啦，你的内脏，然后大家讲皮肤会用呀，对不对？可是青少年会去讲到哪个头哪毛有乜个问题？不过今晡日同大家好好来讲一下，一开始同大家来讲的就会讲掉发，有很多人公司采访吼。胸矮呀黑，随着年纪的增长，会觉得说，是不是头发越来越少了？会担心落发的问题。应该头哪毛就是从小出生以后，大概到20岁、30岁以前，我们的毛囊都是在增加，跟毛发都是在快速生长的。不过其实就是40岁以后，你的毛囊的数量就会的确会开始变得比较不会再增加了，增加的速度会趋缓。那就像你已经有一笔只剩下一笔固定的存款，然后开始一直在花钱一样，它的发量就会开始慢慢的变比较少。这样好吗？头哪毛也会越来越细，所以它幼嘞。好，那比较细以后，它遮盖住头皮的这个效果。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所以发量不增加，头发又变细，自然它的发量就会相对比较少。等一下，我觉得我今天温馨上我的问题有得到解答，因为真嘅有人冇爱讲，爱同唔讲，因为爱就知道爱嘅头哪毛很粗，较粗嘛，用青头啊，唔係，因为大家就知道什么人嘅头哪毛会较幼啊，有冇爱用较飘逸，有冇就会知道较浪漫、较好看，爱就知道爱嘅头哪毛好像铁丝球，有较粗。嗰時候就有人會問我講，你會知道講你嘅頭哪毛吼較幼嘛？因為我知道吼，我2幾年嘅頭哪毛較幼，我心裡還在想說，吼，那麼好，結果其實唔係，是不是的？就是年紀越來越大之後，你的頭哪毛就會越來越幼。真嘅，可是掉髮，其實每天掉髮是不是也算正常？我们每天本来就会正常掉发，应该头哪毛有分3种，一个是生长期，一个是退化期，再来是休止期。是生长期就像20岁到40岁，它是壮年，它就是头发就是不停的生长。不停的长长，那再来他就要准备退休了，他就会进入退化期，然后休止期，然后他就会掉落。所以本来头哪毛就会发会落，这是正常的。对，那一年以内就100支头哪毛落退是正常的。哦。太嘎低嘛，就是因为公司才发啦，有时候你水抹红一轮，你就发现你的枕头旁边有个头哪毛嘛。对。其实你也不会讲轻担心，你会知道讲可以增手。不过轻度你就会问到底多少才正常？比如说经常讲100支，对，一年100支是正常。因为要不有一个计算方式，是它就是算我们的头发上面的生长期的毛发量。然后去算除以我们掉发或者睡觉的这些时间，那这样算出来之后，我们一天大概可以掉100根头发。不过这个是指平均值，所以如果你的比平均值低，那这样是 OK； 如果比平均值高，但是你头发长出来的速度也比较快，那这样就维持一个平衡，然后做某些问题。轻定影讲的就会你个头哪毛落退，不过又没有再长出来。对，这种就是比较要小心，要特别小心。当然，太搞会讲，爱用第100支，那经常讲也是一个概率的数字，平均值。我们可能讲每一个头发都收集起来，对对对。可是迄讲你因为掉发100支，勉强啦，吼。不过公司才发，也还有青豆嘅机器做得去。检查，可以头哪皮嘅用嘅，也系头哪毛嘅用嘅吼。鸦片就有一种土黑形上带来嘅吼，其实也就会落发的案例。
泰嘎讲有被吃到有点卖东西呢，泰嘎被吃到讲，其实这是因为放大，所以头发是很粗的。这是我们头皮的放大的图。那都在看到有个头那么沁出、沁无，这就是生长期的头发。那你会看到有这样。好，很短，然后很细，很小，对。那这种头发，就算它长长了，它盖住头皮的能力也很差，所以你就会看到你的头皮会慢慢的比较明显。那这就是落发的一个头皮越看越明显，就会看得到头皮。本来我们应该是看不到头皮的，因为头发会遮住。是，对。这听起来真的蛮悲伤的。你的头皮越来越明显了，是不是？亚米开哦，就亚总图就同台嘎公亚黑公你去做检测，就是比较落发的状态，因为你会看到UUA 好像小细毛一样。是，对，这就是落发。不过公亚片有青豆跟你哦，到底怎样的条件情况下会落发？有青豆你会讲，黑美我的头发比较油。所以会落发，有没有这样讲法？头发的部分要看什么时间，像怀孕，宫塞引宫以后，它会4个月到7个月，本来就有我们所谓的休止期的落发，那这个也是属于正常的。那再来，也许你有在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感冒过后，或是大病过后，头发也会开始有一些掉落，所以这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些生理的反应。那有掉有长，那就没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检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拨头发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掉头发，一拨指头都是头发，对啊，太严重，对不对？就比较厉害。那再来就是头皮的部分有没有不正常的发炎的反应？有缝嘛，有肿起来嘛，通有通通的嘛。那有些长毛囊炎，其实会像豆子那样，其实会通通嘿，它就会缝。那有没有特殊某几个地方特别会坏该？本来就按规单按样会坏，那些过度的搔抓，该片就会还会露头那么。那再来就是有不正常的大量的掉发，那这个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种食材方你去给洗给头那毛的时间就做对检测，对，就做对看。你洗给头那毛洗好够黑为毛，你就可以看你自己那个水槽，对，那边所囤积的头那毛会没，如果这么大撮，要跟平常比啦，对，要跟你的平常的。那平常谁按永影黑一点点，结果那天这么大，你就会说，哎呦，那就是可能有大量落发给情形。可是如果是大量掉发是短暂的，跟持续的又不一样。譬如说，我们等下有一天头那膜，天头那膜因为有一些化学的药剂，有一些绑的一些动作，对，好像一些离子烫或者是一些玉米须烫，烫完以后1个礼拜到2个礼拜之内突然大量的掉发，之后就又恢复，做某种 yoga， 就是那个当下的动作。对你的头发造成的一些伤害，对。可是如果是持续性的，就抹发出来，就按紧律调那么，按就会看医生。真紧，还有绑头发的，像俺基本你按绑马尾，他刚刚没讲啊，你按绑马尾有没有？每天这样子抓它，用力的去扎紧，是不是也比较容易掉发？就是重的太狠。不可以太紧，对，不可以太紧，很除非有些人绑到这边会把它整个都拉紧。你有个漂亮眼睛就是很有趣，他觉得他这样是一个拉皮，就是他把他的整个头发、整个头皮绷紧，对，按用当然按用重的，还是不要，这样是不可以。其实欣赏讲诶，就是你还是要温柔对意哈，看温柔按用你，还会欣赏讲哦，你会注意哦，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怎么马尾变小了，对不对？你要注意是掉发。也有可能是打层次，就是身为你还有他可能某段时间，你就得感受一下你的头发的整个发髻的这个粗细。那有些人会很紧张，可他可能忘记，他可能3个月以前打过层次，对，那头发长的那个密度就会比较有影响，长短会有影响。对，结果其实因为你那箭头那么大包，有没有？我讲真给你讲说，其实按用讲来讲去就会知道，你天头那么然后造型品，对，会吗？或是淋雨，人家说淋雨。淋浴基本上对头发来讲是正确的，只是说你不要用很高温的水。是。我按讲浸手该水按浸绿基，浸绿基你该头拿片破皮，可是唔会浸正床，按用做为绿头拿。不过鸦片同台家来可以哈，黑讲你黑清枪力的头拿皮，它应该要长成按用液。嘿，这个真的好干净哦。这个就是我们把头皮干净的头皮清洗完之后，把它放大，就会看我们头发的。直径非常的粗，然后它有细，然后有的短，有的长。那有的毛囊是一个毛囊长出1根头发，有些是一个毛囊长出3根头发。它就是整个头皮是非常的洁净的。好，等下洗后就按用清腔力。不过洗个点就是4、5个小时之后，我们头皮会出油，它的状况可能就比较不会一样。那只要我们有在适当的时候清洗，
就还是可以维持正常的一个。那泰卡就会吃到讲，哎，你还呛你给挑哪皮，给迄个唔呛你油油嘅，哎，泰卡可能没有办法相信哈，其他有油的，它可能会长成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的头皮就是一个正常的皮肤，它也会有角质化，对，所以它会有角质代谢在上面。这真的看起来对青顶眼强的形上，感觉上面好像涂了青豆的。就很像，好像很多凡士林在上面给港工呢，它就是我们的角质跟我们皮肤分泌的皮脂的油混杂在一起，对。所以有跟你们讲，有些人的头皮会有一些味道。哦，对，臭臭的油头，对，有，对，就是它出油以后混杂了我们的皮肤的皮脂跟皮屑以后，控它的味道出来。可能有镜头给你们讲，哎呀，你镜头把臭臭粗粗的，有没有？或是你看那些油性发质，有可能你去检测头皮就有可能会有暗头跟油脂在上面，对，就都在对不对？哇，那就是要注重清洁哈。不过，有什么大家有嘛个注意？昨天老大家咧分享的，大家先聊下，你马上你等下张总来好好讲。今日老大家来讨论头脑毛嘅问题吼，其实真正吼，你真正去了解过后，其实有青岛嘅问题，大家平常冇去注意。可是我真的觉得要注意吼，根本你时常带了安豆嘅胸片本大家看嘅时间啊，就有吓一跳，觉得平常还是要注意保养一下哈。黑某以后等到年纪大了，你就会觉得，哎呀，早知道当时要好好保养，还是有差的。不过讲到呀哈，大家就会知道讲，其实头脑毛係正常嘅情形，不过当然也有异常的，比如大量亚边酮胎嘎的正例哈，就是异常掉发的原因，对不对？吼。那异常掉发的部分，有些是基因的关系，好像男性的，大家泰嘎迪都该知道，我们讲雄性秃，对，就是男生的一个雄性秃，跟荷尔蒙有关。那再来就是病理性的掉发，有些是霉菌的感染，那霉菌的感染就会切到那个霉菌。好可怕哦！台湾的庆典影响，台湾的天气太潮湿，摄影跟老人家都是两大比较容易被霉菌感染的一个族群。怎么说？摄影就会去幼儿园，经常会弄摄影读头脑膜。对呀，他就一个梳子从1号梳到30号，真顶哎。那个梳子如果没有消毒，没有干净，或者是他没有定期的做这些处理，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感染的问题。那像比较高温的炎热的地方，我们有做过美发院的梳子的一个霉菌的培养，它大概有2成到3成，在这个梳子当狗可以培养出霉菌。哇，对，所以这个也要特别小心。那如果我们有适度的清洁，跟头皮有正常的清洁，就比较不会被这个霉菌所附着。但是有该阿婆就他抖洗没，就是身体没有那么好，自己洗比较不方便，就丢这样洗一白，洗后以后又吹的比较都不会动，就很多定型液这样子，这种部分都没有去做清后啊，有黑猫没有适度的清洁的话，它霉菌的感染就几率会比较高，几率比较高，对不对？其实其实霉菌感染的针头很有的症状，它会在局部很痒、沁水，你就会觉得痒痒，很想对，然后在某一个点，然后再来它就会跟脱皮。就开始有一些屑，是就像我们香港脚趾缝是不是也会掉那个皮屑？头拿膜没按用，它头皮也会掉那个皮屑，所以它的头发就会开始从长出来的地方开始断裂。哦，所以它整个那个毛根的那个部分都是可以在我们的检查下面都可以看到霉菌。错，所以哈，欣赏亚种土也给你带来给霉菌的一个是那个霉菌的头皮的一个，所以真的看起来很可怕哎，真的就会你会发现你的头拿皮不会有的问题，因为上一段节目我们看到是油，就觉得啊清干净就好了。是，不过这样子好像不是哎，它上面有霉菌，而且真的掉发就变得很严重，它就会有区块性的掉发。对。那这种露头拿膜开始也会使用要吃口服的抗霉菌药。是。对，因为这个毛囊里面已经有霉菌的感染，你头拿膜皮啊狗药药进不去。所以这种就要吃口服的抗霉菌药。所以真紧太卡真紧会注意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啊，某用因为有霉菌感染，有可能你洗头拿毛哦。当然不是在恐吓大家啦，就会讲真紧还要注意卫生、老清洁。黑某真紧去可能欣赏给你清头就会按用给黏液，对不对？台湾比较潮湿。是。不过除了霉菌感染，黑霉还有其他给，比如讲
其他有像休止期的落发，刚刚有说过，怀孕以后生产以后，它也会有点落发。那再来有一些拉扯性的掉发，像这个我们是说吹染整烫，你先头拿摸，它头拿摸得汗，好，就是会造成。那再来有一些是小朋友会自己去拔。对，这个我们叫拔毛癖哦。那拔毛癖特别要注意就是几个，第一个就像现在刚开学，大家要比较关心就是刚上小学的小朋友，还有刚读国中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环境的转变哦。C 开始节就幼稚园没是点心，就是不用写功课，可是刚上小一，他可能有一些功课的压力，可能不能在那边跑来跑去，这个对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压力。所以真的会用你按用拔毛癖，他就会用这个方法去疏解他的不安，他就会卷他的头发，然后把它拔起来。对，那还有再来就是小6到国1这个阶段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从小学到国中是一个学业上比较大的一个跨境，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家长要关心你的小朋友。真的，故说他讲的宽胸片也是他就做的宽痘，或者箭头指的地方，就是它拔掉之后再长出来短短的，可是这样其实影响也很大。对，这个对小朋友的外观跟他的心理都有蛮大的影响。是，然后要关心小朋友，就是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有些他压力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他就会往自己身上去。不过醒长那边有特别公道，其实压力大也会落发，是吗？压力大引起的落发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圆秃。圆秃它俗称鬼剃头，是它的形容是说好像被鬼剃头发一样，很快就不见了，就像我们说伍子胥一夜白头这样子，它就会开始头发有一些毛囊的脱落，对，它就会出现块状的烟那样一袋一袋那样落发。真的就会你会讲过，这个秃头不是整体的，对，比如你突然觉得这边有一块。就不见了，是，要就因为现场刚刚讲到声音的，比如脱数的时间可能有压力的关系，这都会影响，对不对？不过医生给不你来到亚片，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蛮严重的，就是干癣。干癣的部分大部分不会引起落发，但是它在头皮会有一些不正常的鳞片的鳞屑的发炎。是。那这个是一个皮肤的免疫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化太快，然后就会一层一层白白的在上面。那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这种片不会传染。有跟你看到哎，像大家看到就会讲没，真的，因为要胸片看很清楚，它这其实是一个放大的图示，所以它会看起来比较触目惊心一点。不过它这种干癣是不会传染的，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有干癣的话，不要排斥他们。对，然后有一些美发院，我们可能也要经过再教育，就是说这样的疾病是不会传染的，不要排斥这样子干癣的客户。希望因为青头给你可能按用去洗头那某个时间，给可能没有因为吃到讲，哎呀，你头脑很用哎，对，他就会拒绝。故说要真紧，我太敢会了解，因为按用个东西其实看现场，这个其实是可以治疗的，对，是可以治疗。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有干癣按用个问题？有些是遗传。有些是免疫的功能的混乱，那跟现在人都市的生活、跟过度的疲倦、跟过度的压力都有关系。所以这种比如说跌堵尸有没有呀？先吞一个文明病的变哈抖，对，跟问题也会有干癣的问题。两种就会弄太几个讲，总得改在皮，总得照下来。哈，有跟你就讲，哎呀，泡泡抹好看没？他就拿梳子。把那个屑都把它抠掉，对，这样子头皮会受伤，所以做唔得，而狗油其实会慢慢落掉。哇哦，要温柔一点，温柔。真的，其实你洗头拿某个时间，黑讲你很暴力，有没有？也不行，对不对？我要紧撸头拿毛皮。而且，姑说台卡在会讲你洗头拿某个时间，你最好用指腹冲毛。你如果你指甲尖尖的，你要用去照，其实会疏松。对，那就按用给坏毛病，也不能同欣赏大椎骨头有没有？更注重按用给问题，所以他搞出的看到，基本带了青头给胸片就会一些可以说是实际案例哈，本台搞的了解欣赏也帮大家整理了，其实按用给掉发的原因，对不对？不过欣赏刚才有特别提到
秃头，是对，所以其实你刚刚一开始讲到黑西兰人，我们说雄性秃嘛，你青头西兰人行路的时间，黑讲你看到自己有一些秃头的感觉，你就会知道你黑雄性秃，无西门人也强用。西门影妹妹有雄性秃，这种我们把它叫成特殊的形态秃。哦，它掉法比较特别，就是会掉在头顶的中央。有几个人就讲，说它抖色了没？哈，天哪，模珠越来越少了。不过它的特点就是，它不是整个头的均匀的减少，它就只有减少在这个头顶的位置。可这跟西兰人跟雄性秃还没共用，是类似的原因，是共用嘛？我亚洲都在讲西门人跟雄性秃，是因为太讲讲雄性秃，就想到男生，西拉也雄性有冇？不过其实。讲的迄西门人的雄性秃，其实 T1期、T2期、T3期是按用的情形。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头发分边的时候，它的头皮的可见度会越来越明显，头拿毛会越来越优。然后它的特点还是跟男生的雄性秃类似，它会不会俩片在头拿毛嘛样雄？模样就头前那片。不过真嘅，有看到青岛嘅西门人，他有年纪嘅西门人，也可以讲阿婆佢哋，可以讲落发嘅问题，真嘅喺前面这边它两冲，真的比较明显，你就会觉得这边有没有去梳头发，这边蓬蓬的，有没有？蓬蓬的，可是你知道给头拿毛会很稀疏的，所以这些是，所以这边有分歧，对不对？对。其实西兰人是不是雄性秃也有分歧？都有分歧。血肠共也会分几期？男生是分7期，对，女生我们这边是把它分成3期。所以女生3期，西兰也就7期那样。你估计你看到你就做得判断给第几期，所以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治疗的，狗优也没做的，肾优也没做的，最主要就是降低它的雄性素对它的毛囊的影响。是。不过不过当然给治疗的方法其实其实有蛮多种的。不过我们这边是讲说，其实异常掉发的治疗方法，比如现场有更多。如果是遗传性的，遗传性就是我们刚刚说，对，男性的雄性秃跟女生的雄性秃都可以，是优也没做的，狗优也没做的。那太极卡迪该手术的治疗就会植发，植发就会。还有不会来头拿毛，唔会露天美，把它移公移山，移到前面来掉头发的位置，还有叫做植发。好，不过公司采访吼，讲到植发吼，我当然也去搞迄无经验，不过我看过偏影植发。你呈现出来的感觉本来吃的很痛，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做，当然唔知哈。所以咧，杜丽平啊想，做得好好咧问下信上啊，所以请你个乡亲朋友，係讲你前時有頭腦毛嘅問題吼，你絕對冇走開哦，拎下查吼，轉來兩篇講過後咧，好好找嚟問，還有乜嘅做啲分享。上一段节目有讲到绿头那毛嘅治疗，其实公司采访也唔是按紧做，不论係西兰人也好，西门人也好，一个人咧有嘅绿头那毛嘅情形，其实可同先生討論一下可以用嘅。先生有講到對食肉嘅嘛，一邊還有冇嘅治療方法哦。治療的方法就會看綠頭拿毛嘅原因，去處理。像拉扯性的掉髮，那你就是綁頭髮的時候要注意，燙頭拿毛重的太緊。然後如果是小朋友上面的一些適應的問題，可能就要小朋友部分要溝通。那一些季節性的掉髮，我們本來頭髮就會輪替，有綠頭拿毛，有發頭拿毛，按之後咧，就是不要太緊張，太緊張，佢心情按唔好，對我們掉頭髮會有惡化的影響。就睡唔好，就緊張事情，養豬綠頭拿毛豬也嚴重，真嘅。如果講起來，覺得你的生活還是正常一點，身心靈空間其實乜嘢都會較好，係啊，冇錯。頭拿毛嘅皮膚正常，它的發出來的頭髮就沒有問題。對，真嘅。如果講到鴉片，大家就會知道講。說實話，你說不在意是騙人的，大家都非常非常嘅在意頭拿毛會唔會有落下來，西蘭人也好，西門人也好，不過有青島你是不是講呀？很多像比如像生髮水，是對，就大家就會去想說生髮水，迄真緊做得用也係做唔得用啊。那邊雷太家講一下，所謂生髮水，如果它的製劑是洗髮精，好，洗髮精會本發頭拿毛嘅幾率就冇按高哦，因為洗髮精停留在頭上的時間很短，所以有時間你可以買那個洗髮精，比如講可以促進生髮，對，或等等，這個部分的療效就沒有那麼好。洗髮精它可以維護一個正常健康的頭皮，讓你長出來頭髮比較健康，這個是 OK。洗髮精可以讓比較容易掉落的頭髮
不那么容易掉落，这样也 OK。但是要发头发、长出头发的话，就还是要用生发水。对，那生发水要看成分。那目前的 Minoxidil 这个成分，只要你掉发的时间跟落发的时间比较短。没有超过5年，莫讲清久，然后比如4年也要4-5年就太慢了，就太慢嘞。然后如果拿摩该范围莫讲青苔，哎用狗该生发水好，就是效果还不错。然后治疗的部位，没讲完全没有头发。有些就是头皮已经发亮的那一种，就是你说枕头跟抹头拿毛已经发亮，就是那个区块已经全部都看不到毛正常的毛发的话，就几乎要长出来的几率就没按够嘞。古说就按有个生发水就可以一般给开架式的。目前的生发水就要看像 Minoxidil 这个成分，因为它已经过了专利期，所以一般的药局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怎么擦呢？醒上就是一够用拜。就1天擦2次，那所以是就擦在落发的地方。那是比如说早上起床擦一次，按时头就洗头拿毛洗后以后，皮肤擦干再擦一次。所以黑贡醒上黑贡。泰嘎有擦生发水的需求的时候，就会你早上起床出门前，对，出去之前你就先擦一次，就是擦落发的区部的区域，对不对？然后你晚上回到家，比如说洗完头，吹干就可以再擦，就可以再擦。对，哇，很期待耶，这样真给可以油耗吼。对，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要擦在本来就要长头发的地方，有些人就会顺便狗一狗，对对对，有些地方它会在不需要长头发的地方长出来，因为生发水它就是本来就是有促进毛发生长的。可是医生，因为我想要头发多一点啊，做不了。比如说我这边没有落发，我讲就希望一条那么高陡啊，要不然就狗一下，我做不了。第一个生发水一定是用来治疗有落发疾病的病人，对，你给他抹落条拿抹干问题。就是随便擦生发水，要是过敏等等，会引起更不好的反应。对。所以真紧哈，大家还可以做唔得乱用，对不对？你讲俺要摸一下，但现在外面有很多生发洗发精，刚才有略的提到，可以真紧收点吗？生发洗发精就像我刚刚说，它就是维护你头皮的健康，然后还有让你的头发比较不那么容易脱落。但是要长出头发来说实话是比较困难。对，好，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治疗的方式，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来讨论一下。不过压它很宽度嘿，就是如果你压它，其实还是一个还蛮空间给头拿毛给倾听给时间，怎么样把头发留住，对不对？对，第一个我们还是像刚刚主持人讲，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对，因为吃东西饮食也会影响啊，对不对？都要正常，然后作息要正常。所以你要先找出掉发的原因。如果是因为有这些作息某案正怂，吃东西不正常，这些都要先做基本的处理。对，然后再来摄烟、抽烟，对掉发也有影响。好，这个是真的。对，摄烟对就是乳头拿膜跟影响被青苔。像我们有做过研究，雄性秃在片影。有一些族群掉得特别快，他可能从第1期到第7期5年就这么快了。有些人可能15年，有些人可能20年。可是他可能20岁就开始抽烟啊，所以他的影响的就2大因子，一个是肥胖，一个是抽烟。这2个就会让头发掉的速度就是更加快。真的，因为我们做医疗单元按究的不盐亚天之前公司才发可以影响身体很多，我们常常讨论，对不对？贴皮亚天事情呀，直嘅讨论哈。不过根本伊讲到头拿毛嘅问题，同不盐还有贴皮也是有直接影响。可是因为你们的意思讲，其实佢青后上嘅时间，24岁嘅时间就可以是不盐的。不过佢可能真嘅雄性秃嘅时间，我们撇开遗传嘛，对不对？哈，佢雄性秃嘅时间可能係比如35岁呀，还讲40岁，所以他前面那些抽烟有可能都会后期。开始慢慢能够戒，就是越早戒是越好啦，可以减少这个对身体的一些影响。我真的不敢相信，洗上工贴皮呀被丢那么也比较会，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清洁不成反伤害头发，就是按讲洗头那么时节要比较温柔一点，我跟太力跟脱皮，这就是我的缺点。对，我洗头发的时候真的我没有很温柔哦，我说不易可是还会较注意了点，要维持一个头皮的健康，才有办法长出健康的。那泰卡就会讲啊，哈，有青东也会讲，其实你跟洗头那么到底要几天洗一次？
几天洗一次没有标准答案，人家太部分干瘾是2到3天是最多病人洗。第一个看你工作的形态，然后看你头皮出油的量，然后第3个看你的头皮油脂堆积的速度。所以只要不会发痒，然后头皮没有过度的屑，然后这样子适度的洗头发就 OK。比如我吃到我好舒服哦，也不痒也不臭啊，其实我就不用每天洗，还可以干不搞好吗？不过有些人也会讲，哎，有那么特别油，跟你就会卡注意啊哈。不过简单讲起来，其实刚才欣赏讲留住头发方法，其实黄金期很重要啦，对不对？就特别要注意，不要掉超过5年以上再来处理，速度就真的太慢了。不过欣赏有讲都吃东西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适当的补充营养素有没有效？像常常青豆跟欣赏就会讲，你不要吃辛辣的食物，黑某你就该剖给东西唔好食，因为该对身体唔好，其实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头发。对，那这边有特别帮大家提到，就是说其实有益的营养素，我们头发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好，你看我们去烧我们的头发，就会有一个味道出来，它是一个蛋白质的味。蛋白质的话，我们的这个东西里都有奶类、对蛋类、鱼类、肉类、豆类的摄取都足够的话，上面表列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摄取到。对，像 B 群。然后铜、锌、蛋白质这个部分，它都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头发的生长。对，所以这就是在吃的部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永新朋友，我今天真的收获很大。你要了解你为什么会落发，其实这真的是从遗传，从可能疾病，对不对？然后从生活的方式，你的压力，还有像显常前面有提到的拔毛癖，那种整体的问题都会影响。其实胎嘎只是不要这么怕。唔好按姜，以前大家都知道清姜，不过基本上同现在用大椎骨沟黑，我们就不是按姜。其实跟医师讨论是有治疗方式的，没错，对。不过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帮大家来提问一个问题，就是有青头给你共识采发给秃头给时间机会吃到唔点用改善。所以刚刚前面有讲到植发，植发两件事情，现场有共同嘛是。移公移山，对不对？移公移山，对不对？把它移过来，可是很多人会说很痛。现在的植发有区域性的，也有整个大范围的，痛的部分目前的状态都可以解决。像有干引肌，它受伤，它眉毛就长不出来，那也可以种一小块眉毛。对，那雄性秃大范围的落发，大范围的秃发，也可以把我们后面的头发做取发，然后种到前面来。那因为现在的取发都是采取像我们刚刚有看过，在胸片有在头拿模珠，一张毛囊珠一根，一支头拿模，有扎住一个毛囊有3支头拿模，那就是会去根据这个去取，然后分批去种，所以它疼痛上不会太大的影响。对。因为我有看过公司采访，我会不小心看到哎，因为不是我没清了解，因为他会说用，比如说他会用滚针，黑美。你看，俺工人都觉得有点心虚，有点害怕，因为俺没清了解，他就是整个这一边可能某头哪某啊，你就用滚针。懂也俺还唔黑清了解跟原理黑嘛，俺不过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发。是它的滚针过去，第一个有一个，它不是植发，滚针过去第一个它是微小的受伤。受伤之后，我们皮肤要愈合，就会自然会促进它细胞分裂的速度，这样可以加速你的头发长。再来它滚过去之后，它有些有导入一些生长因子，对，用这样子双管齐下去刺激头发长，或者是滚针过后涂上生发水。这样子你生发水的吸收没办法 hold 的，就这个就不是我们刚刚说的植发，植发是真的把后面头发种到你要的位置去。对，刚刚滚针的部分是去刺激头皮，让头发发出来。难怪就吃到那个好像很痛的样子，想到滚针哎，按斗给针在头皮上滚，就会觉得好像清痛的用哎哈。不过今天同大家共同按斗，就会希望大家做得注意落发按用的事情，好，然后保持你的保健方式是对，黑公真眼有问题就会看欣赏，聪毛，正确，对，真的非常感谢欣赏，来到亚片同大家用嘅讨论哈，希望大家基本上的收获很多，好，今年下來咧，你嚟做認同了。